好，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这个疫情看起来有较稳定咯。今仔日是增加病例34例，比昨搁较少啊。市长郭文提讲，后一个目标是每礼拜的确诊数降一半，往清零的目标来前进。啊，台北市今仔日嘛开放予80岁以上的时代注文来做预防针，到下晡的1点，已经有超过2万人注文成功了。参加了一次世界大战，你知道吗？那也还好，我们将来历史上还会记载说，我们台北是一种高素质的国民，你知道吗？整个疫情期间，你知道，我们都没有诉诸这种强硬的手段啊，警察要抓人啊什么的，出动警棍这种事。除了这个周末的市场人流管制，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说按照身份证字号，那也拜托警察在这个出入口做管制以外啊，我们都没有用这种所谓国家的这种公权力，你知道吗？做强硬的手法。我想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啊，用一种呼吁的啊，用这种请大家市民合作，竟然可以有效的控制疫情，你知道吗？我想这是给其他国家你知道一个很大的一个榜样，你知道吗？纯粹用诉诸高素质国民的自动自发，因为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成果。所以为了让台北市能够尽速清零我们才能够思考说3级管制是不是可以宽松。所以从现在起有2个比较强硬的政策：第一，确诊者不准住在家里；第二，以确诊者为中心做出来的疫调，可能的那些被感染者，我帮你出钱交通费啦、检查的费用，但是你有义务要被检查。当然第一天还有点小混乱啦但是我们很快我相信今天大概情况都很好。那明天我们会做更好的准备，在这种动线的设计啦我们都会把它弄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谢谢台北市民谢谢我们的台北的长者他们也在这3天当中我们很迅速的去做了很多的改进。比方说我们就不会再找3楼的礼堂了，我们还是给它放到1楼。那有些动线如果需要接驳车的，甚至需要护康巴士的我们想办法去处理打疫苗的长者31370 31370人，然后没有预约的来打疫苗的4908个。我算一算我们有86.5% 的打疫苗的人是用网络预约来的，而且请注意，他们是85岁以上的市民。所以每次讲说要信任自己的国民台湾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你知道吗？最重要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相信自己的国民。国家的力量在国民群体那些在电视上你知道看衰自己国民网络使用能力的那些名嘴其实他们太低估了整个台北市民的素质。这是个台北市民的成就跟胜利。我们有经过预约的有98.04% 的人